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1月2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较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香港地英国领事馆的职员郑文杰出面指控去中国加禁用刑，但有消息讲伊要来要求咱台湾政府庇护。清华大学公布上届新的厝价指数，进前只是当6都内底台南厝价起上济，比例有甲8%外。 高雄有民众食饱食煞，人煞开始艰苦，送去开刀急救，加载无引起的致死性命危险的镜头。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进前伫咧香港地英国领事馆咧服务的一个郑文杰先生，因为8月人伫咧深圳就行风不明，这2日啊，伊出面指控讲，原来迄段时间就是伊去互中国政府加禁，佮甲伊用刑。 啊，毋过中国嘛公布影片，表明讲是因为伊去捌到烟花的小姐迄款台，才会互人掠起来。啊，郑先生讲要来台湾要求咱庇护，陆委会讲不便说明，毋过嘛承认近来香港人要求庇护的确实增加袂少。 监视器画面看到一个查甫人进出罗湖会所登记，啊，毋过看袂清楚面容。这是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公布影片，表示是前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员工郑文杰买春的影片，来反驳郑文杰讲被中国刑求，抑搁一段郑文杰被电信承认买春，而感觉见笑。好丟臉啦，好羞愧啦，因為我諗我周圍認識嘅朋友都估唔到我會做呢咁嘅事情啦。我都冇面目去見我嘅女朋友、我嘅屋企人。啊，毋過監視器畫面中，伫會所出現查甫人，也被這支樣貌看袂清楚，無法度斷定就是鄭文傑。鄭文傑伫8月初入境深圳了後失去聯絡，中國外交部正式對鄭文傑行政拘留15天。鄭文傑伫外國媒體專訪中指控伫中國拘留時被刑求，當時也佇面冊聲明，講到被拘留經過。 中國國安人員逼伊承認英國資金介入反送中運動，啊，毋過伊嚴正否認佇刑求威脅之下所為自辯。即馬抑閣傳出鄭文傑最近會來台灣尋求庇護。因為這個是屬於這個旅客個人的隱私，我們不方便說明。許多的這個香港旅客來詢問的，或尋求我們協助的那個是有增加的趨勢。 用來掩飾自己犯行，屈打成招的結果，所以對，就找一個輕罪，那順便是在道德上打擊他的正當性。陸委會表示，最近香港來台灣尋求政治庇護人數有增加的現象。國民電視執委羅中強指出，伊買春早起這罪名打擊政治犯是中國常常看到的手法。鄭文傑因為這個事件失去英國領事館的職位。 啊，毋過這被認為會互中興因為香港問題上本來已經緊張的關係，會愈來愈嚴重。記者綜合報道。同款來關心香港地區議會選舉禮拜就要舉辦，選區計共分做18區，攏總要選452席的區議員。英國普遍攏是較我北京政府的建制派調較濟席，甚至講有的選區連登記要選的對手都無。啊，今年因為反送中的運動所致，民主派這邊撩落去參選的嘛袂少，但就有的民眾講，啥物工課辦的嘛一定要去當。現場如蒼蒼，樹林青枝，青枝卡落幾塗骹。這是理工大學外口，車涵道南，外面是反送中示威者甲港警結的戰場。天光了後，成做另類觀光景點。 這邊中國來遊客唔驚香港街路一直升級的衝突，照常來佚佗。現在這個旅遊景點過來便宜一點，便宜一點就來了。觀光客一個每路從中細字穿過，啊毋過路未通，車無法度進出。已經真濟天，依然無看到港府派人來清理，附近居民職員歸去家己來，無人報關，政府無效率，自發移除路障。這都是因面對反送中示威的表態方式。 最起碼大家都知道了，香港是我們的，不是他們的。交通狀況是24區議會選舉是毋是如期舉行的關鍵。特首林鄭月娥表示，主導權無佇政府，愛所謂暴徒停止暴力行為。接近選舉的日期，確實較無衝突，也互停選變數降低。未少市民盼望這擺選舉應改變原來權利結果。
我打从心里是相信他们是我们香港人，不是说黄丝了，蓝丝也是，希望这一个选举，顺利进行。本来我要去旅行的，就是有一个 wedding 在外国，我都放弃了不去。我是香港人，我当然要投我的想选的那个人。有学者指出，区议会过去大部分由建制派控制，一届4年差不多1600万新台票薪水资助，表示有更较侪资源用做好社区服务。这摆有未少泛民派决定投入选举，无愿意搁互建制派因为无人竞争自动当选。已经做12年的民建联区议会李君仪讲，面对竞争，已经为少做好选民服务。那你会担心这个抗争行动会影响整个投票结果吗？一定会，会担心的，有一点担心。但是这个结果我们是绝对的尊重，因为香港是尊重这个市民的最后的选择。紧张几啊天的理大校园，也因为真侪学生离开，感觉是空空。反送中抗争该好气好强，这追求民主自由的力量是不是呈现伫选举结果呢？加多野战气氛愈来愈高，这款和平的灯火就伫理大外口无偌远的广场点灯。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看美国在台协会处长 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 李英杰。早起和媒体会面，讲伊自就任就有4项优先的事项，要来加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伊嘛讲，美国到今又完是台湾的学生囡仔出国留学上较有意向的选择。因今年嘛开始和经济部合作，推动人才孙权大联盟的计划，促进台湾、美国各有太平洋地区的交流甲发展。美国在台协会李英杰处长日发表年度第4个政策性演说，话题重点伫美台之间人民的关系。李英杰表示，美台人民交流上好的地，就是伫冷战期间，台湾团旗奥运选手杨传广以及美国电竞团旗拉斐尔强森发展的体坛争议。1960 Olympics in Rome, with Johnson winning the gold and Yang the silver. Yang would later go on to become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in both the pole vault and the decathlon. Yang and Johnson remained close friends until Yang passed away in 2007. 美台交流有5年吧，李英杰表示，外国旅客来台湾的人数，美国排名第8，更加是前10名当中唯一非亚洲的国家。根据今年上新的国际教育交流文化报告，台湾学生出国留学，美国依然是头一个选择。学生的人数嘛创下连续4档成长。为着要促进台美以及印太地区的经贸繁荣，台美更加合作推动人才孙权大联盟计划。This program, the TCA, is to cultivate a deep pool of capable, internationally connected, and digitally savvy professionals to advance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 in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ross the Indo-Pacific region. 李英杰学到台湾是学中文真好的地点，真欢喜看到更加侪美国的高中生透过相关计划来台湾交流，促进台美关系更加进一步。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嘛和各机关合作，透过数位对话，听台湾人民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昨昏伫咧基隆发生警察和歹徒野枪相弹的案件，原因就是一个中年男性假配去恐吓宜兰一寡饲水产的业者，尾仔警方掌握到伊的行踪，赛车沿路甲伊追，一直落去到基隆，双方面开始交锋对垒。落尾，这个嫌疑犯伫咧家己车内将车门倒锁，警方围我去的时，伊头壳已经中枪子，断开伫现场了。警察靠伫咧轿车边仔戒备。因为正伫咧追掠涉嫌假恐吓配合几多间水产养殖业者嫌犯，双方互相开枪，最后嫌犯家己反锁伫咧车内，互人发现的时阵头着枪，已经死亡。在查缉的过程中，主嫌驾车冲撞我们警车，然后双方发生枪战，然后造成这个我们同仁一位同仁的手部受伤，那陈姓主嫌死亡在车内。那目前由基隆地检署来针对这个陈姓死者来做相验。警方前后总共开20几枪，伫咧过程中有1名警察也受伤。只有嫌犯是家己举枪自杀，也是互警察的枪支射到。规件案件交予贵人地检署做进一步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商转来台湾投资数目到底是创甲7000亿，还是根本就是零呢？蔡英文总统早起去科技公司参观，伊嘛搁再一摆说明讲。
本地就是顶半年审查投资案的申请，下半年才有通过的厂商，就是开始一项一项正式投资落去了。这个计划里面，我们看到的中央跟地方是密切的在合作，那也体现了出了一种新的典范，就是说，凡是有助于国家的事情，我们都坐下来一起合作，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有上班的市长，都证实了是有投资，那我不懂为什么没有上班的市长觉得没有投资的存在，那事实上他自己在今年初的时候也到燕巢去看过台商回台投资的案例。侯友宜侯市长呢，也为了这件事情来跟我讨论过，也亲自过来真的可以看得到，其实中央跟地方大家都捡起袖子。蔡总统强调讲，投资案重要是伫咧敢有照起工落实，打倒几600间在地企业，当咧用实际的行动投资台湾，这个代志，人迄有入去市府上班的市长，拢嘛挺好证实。迄个无上班的市长，哪会感觉讲投资拢无影咧？另外，当有消息是讲国防部有要派官兵去到网络的红人馆长陈志涵迄边，互伊斗训练搏斗的技术。蔡总统嘛讲，伊是肯定民间的人士协助国军这款善意。咱我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早起去到台中含150几个中部工业区邀请来厂商会面座谈，现场有人提起劳基法的一例一休，加班的算法实在过头重，辛劳都用要请袂到咯。嘛有业者讲，游览车应当都要纳入去观光产业的系统，才袂补助拢无因的份。韩国瑜听说当场说明讲，伊会重视经济，互大家拢有生理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早起去台中工业区和工商产业界对谈，佮特别强调唔免报出企业名号，要来参加的人有话直接讲，业者反映一例一休对产业的冲击，希望未来会当进行检讨佮调整。我们的一例一休，搞得老板不敢加班，员工我们也请不起了。为什么？这个加班它的计算方式，企业界3、2下你就要倒了。厂商表示，一例一休袂当春秋，希望未来会当进行总检讨。另外，有观光业者表示，愈来愈歹生存，有咱车业者就建议，有咱车业应该纳入观光系统。在公路系统里面也不予补助，那但是观光产业只要有什么问题要补助，我们游览车也不是观光产业。我的意思说，将来深可是能把游览车纳入在观光系统。现场有厂商代表提出建议，开放专科和高级教育，培养技职人才。另外，网络营销的专业应该为学校课程来加强等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表示，目前台湾的问题，大部分人对未来是感觉烦恼，强调未来除了推杀庶民经济，也全力支持企业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是重商主义者，虽然我重视庶民经济，但是我知道企业界大中小型的企业。一定要生意蓬勃发展，欣欣向荣。除了这次批评蔡政府的7000亿根本都无回流，韩国瑜嘛强调政府袂当成做企业的阻碍，会将企业界意见早登去思考。韩国瑜规工的行程拢伫台中，要全力抢攻中台湾的票源。记者综合报道。两党讲完，咱来讲台北市柯文哲市长近来一直咧掠话批评推动台独的人士。刷起后，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飞反映讲，选举若到，柯市长就甲统一甲独立的话题提出来溜。早起柯市长嘛有甲伊背翻头。另外，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范云教授，早起嘛继续伫咧 Facebook 甲柯市长战。伊讲柯市长唔通人啊，伫咧讲实情，就拢甲话牵对什么马祖托梦迄边去。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树林官邸菊花展，去访问到中共代理人法，敢有法度顺利伫咧本会期结束进前完成修法。伊讲，民进党的卡手就要较紧的赶紧处理。民进党不是完全执政，那不是立完全部他们过半，赶快去处理啊！那柯文哲就曾讲，母大陆的事实拢秘伫咧美国和纽西兰，认为因就是骗子。对此，林飞环2日批评柯文哲，只要到选举就甲统独的议题撒出来讲，柯文哲是个唱倒转去。拜托，我不是讲国家治理吗？他到底是有没有上过逻辑学？结果今天怎么火气那么大？新党不分区名单区界排第1，领军柯文哲有意见，也个呛讲，这个那亲像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名单。奇怪，这就是民进党不对，一直在台湾这个说一下，你们不去处理，明天再抹红柯文哲，该处理的不去处理，实在很慢呢。
国民党一边批评台独，另外一边是批评前社民党主席范云，讲伊去互坑伫咧民进党不分区名单是去互买手去，而透早范云伫咧面册是回击国民党，讲伊要两届找伊去做副市长，而且佮逼出中人其实就是市府团队，爱国民党唔好人伫咧讲实在话的时阵，就讲人是去互马祖托梦，准讲真心相信马祖，请伊一定爱跪伫咧马祖的面头前，甲家己的良心找到转来，安尼人间才有公理。记者洪敏珍、辛志明台北报道。本地是国民党党内青年派，所以因为定咧批评韩国瑜去互党中央开除的李正浩，今日由亲民党副总统的参选人依相陪伴，登记要参选新北市中和区的立法委员。李正浩讲，伊嘛有和郭台铭先生会过，决定要举亲民党这支旗。这局伊的对手正正就是国民党提名韩国瑜嘛大力伫咧扶持的区丰姚议员，佮有民进党现任的江永昌立委。新选择李正浩到岁。大社花口合体剧行出阵的朝霞联名发起人李正浩，强调讲家己要参选的决定时间是真短，是18才决定的，毋过已经准备真久，未来的1天当作2天来用，互中和的选民加一个选择。因为李正浩常常伫咧媒体批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即届要甲去用当作是韩家军的议员区丰瑶，佮有想要拼连任的立委江永昌来竞争，嘛变做讨论的话题。两大党政党支出加起来很少低于70%了，现在是史无前例的低，所以我这次出来不是抢蓝的25%，也不是抢民进党的25%，我抢的是不知道选给谁的那50%。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要无私。你从政的初心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要为人民服务，就请记得你的初心是什么。伊想鼓励李正浩替人民服务，爱激励伊的本心。互任命做亲民党不分区的郭台铭幕僚蔡信如嘛证实，红海郭台铭捌甲李正浩见面，嘛鼓励伊参选立委。经过3方的协调，决定讲要用亲民党的名义来参选。这之前其实也跟这个郭台铭先生见过面，通常呢也是有一个晚辈向长辈请益的一个这样的概念。那原则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为台湾的自由努力。蔡信如强调讲，郭台铭未来时间若是会使，一定会替李正浩徛台。若是李正浩二支登记的行程，原本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要陪伊，后来改做移乡。对这个代志，亲民党强调讲，未来宋楚瑜嘛替李正浩辅选，嘛希望讲选民和少年人一个服务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近来天气凉冷，食补当着时。毋过高雄有一个民众香菇鸡食煞，人煞开始艰苦。送去急救才发觉讲，腹肚底有一蕊香菇，比较50块的银角啊，搁较大块，去掉伫咧小肠内底。医生判断讲，就是伊无保护药，家早赶紧就去开刀，才无引起的致使性命危险的镜头来发生。秋冬季节，真侪民众爱食补，有足侪人会选择食香菇鸡汤。毋过高雄一名50岁的男子日前甲厝内人去食香菇鸡汤了后2天，出现腹肚痛、想要吐的状况。上病医发现伊的白血球称悬，体内发炎，检查才知影是肠仔内有物件，导致着肠堵塞，而造成这个原因竟然就是一蕊香菇。跟家人一起吃香菇鸡嘛，那家人也没有注意到说他到底有没有把香菇咬碎吞下。那病人自己觉得他把香菇咬碎吞下去了。那不过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发现说那个香菇其实还是完整的。医生讲，病人拢总吞落去3蕊香菇，每一蕊拢比50块的这个钱搁较大，非常的完整。怀疑对方无补就吞落去，除了香菇、红芪嘛是高纤维质的物件，无好消化。亲像这种物件，医生嘛建议会当甲切做细块来食。骨头的话就还合理，和香菇我觉得还蛮惊讶的。我会把它弄碎一点再吃，如果很难咬的话，然后又很大，我就会把它可能切小块一点再吃。香菇卡伫肠仔内，险险害家己无命。民众讲真正真少听到，毋过对着歹消化的物件，还是会提醒家己慢慢仔补，较袂互肠胃无爽快。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咱搁来讲清华大学的金融工程研究中心，昨公布上届新的厝价指数，发觉讲进前这一冬各县市就是南投的厝价起了上济，比例有起甲一成桶10.08%遮济。若6都内底是台南起上忝。比例有甲8%外，但都有学者分析讲，主要就是台南近来有真侪公共建设拢完工啊，佮有台积电、晶圆厂这款大型的电子公司，落去设伫咧台南科学园区来带动。
销售人员真表示，伫甲民众推荐新的建案，街路面顶是有真侪新的大楼。根据清华大学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出过去一年6度以来，以台南的房地产介绍起上侪。除了成本的原因以外，台积电过去伫咧南科设超级大的整烟厂，嘛带动当地厝价。另外，伫咧台北市的部分是有落一寡。土地的成本跟营造的成本，在台南跟高雄这2个县市，基本上在过去这2-3年当中，它是一个大幅的攀升啊，它整个成本基本上应该至少有20%到30%的一个增加了，所以它在整个成本增加的前提之下，所以会反映到它的一个整个房市的一个房价了。进前鸿海柜台明确表示，台湾各个区的土地伤少而且伤贵，学者是指出，上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人挑高一啲炒作。怎么样让真正的所谓产业人能够使用工业区，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真正在做产业发展，那投资客不要让他进来的情况下，这些东西的制度上的检讨，我觉得这部分我们还有很多加强。能够根据这个指数，它能够告诉你这一区的为了这个趋势大概是什么，然后让大家能够做一个比较客观的上一个判断。清代利用内政部的厝价资讯，结合大数据，还有 AI 机器学习等等的技术，分析全台湾厝价指数。未来逐个月都会当提供详细的数据，互想要买厝的民众会当有一个更较准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食清大用，生老病死，这每一个人拢爱经过。咱国推动安宁疗护到当20外档，就是要让癌症末期的病人会当较平静、较好老。啊，毋过当有监察委员出面调查安宁照护的品质，所发觉讲病院对这方面拢无介注重。你想讲去到人厝内斗发了安宁疗护这款第2类的安宁服务人员，讲敢若训练13点钟，是18点钟就会通过。监察委员就要求讲，安尼敢真正有才调看顾遐的病情上介复杂、末期的病人呢？安宁疗护是为着病人善终的权益所提供的服务。啊，毋过监委江基文陈秋瑾等人最近调查国内安宁照护品质，结果发现国内病院边间无落实安宁品质。就连医类安宁训练人员嘛，敢若受训练13点钟，啊，个是18点钟，去用职业无一定有能力会当照顾严重而且病况真复杂的末期患者。而且卫福部其实拢已经看到这寡问题，啊，毋过煞无想办法来解决。乙类就是为了要扩大给地方，这个普及到各个地区去，所以他说啊，你只要上这个13个小时，甚至可以用电视来实习。那一个末期病人的症状那么多，这样够吗？监察委员表示，最近这几年，监察院一直接到民众တင်情，发现讲卫福部的病院边间真歹正确边间病院的安宁品质，而且照 WHO 的规定，安宁疗护并无限制疾病种类，还有病程。啊，毋过国内健保署所限制伫咧癌症、运动神经元，还有8大毋是癌症末期的病人。而且安宁对象还有安宁饭后医疗条例，还有病主法的规定不符合，所以提出纠正。那病人稳定了，我们就要回家居家。可是有些病人他是有困难，比如说他租的房子或者家里没有别的人可以照顾他，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可是他到附近的一家去，3天以后从急诊就逃回来了。他说我是从天堂到地狱。我们卫福部对于推动安宁疗护，不管是在服务体系的建立跟法规的这个改进，都有大家很多的努力跟投入。那对于监察委员今天所提的一些指正的意见，那我们未来卫福部会在这个部分呢加强推动以及改进。监委甲专家拢认为，卫福部应该落实台湾安宁医疗政策白皮书内容的各项政策建议内容，才会当提供台湾安宁疗护品质健全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嘛通想看讲，入来到咱厝内，甲咱帮助工课的人，咱敢有对因真礼态？因为立兴基金会和关心外国劳工的团体，早起就发表引进入来咱厝内斗做家内事这款家事义工作情形的调查。因访问590个遮的外国劳工，中间竟然有将近4成捌去互主人用言语糟蹋，啊若无就是起骹动手，甚至有的佫捌互抄打。啊若讲到俸禄这方面，中间有3成人的月级竟然连17000块都无。伫
伫咧台湾将属看护家庭使用人的家事义工，一直到2019年9月有24万多人，但是家事义工无受到机关的保障，月薪普遍是17000块。立宪基金会和义工团体发布家事义工的劳动状况调查，发现差不多30%的义工，伫咧无扣除中介费的情形之下，工资嘛是低过17000块的水准。大部分的移工大概都只领到17000左右，那有的甚至呢只是一个最低的15000左右。这个里面又有全部里面有35%人表示，我不但没有轮替照顾者，而且可能因为被照顾人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也没有办法获得连续8小时的休息。安怎样的环境对家事义工才算合理？本馆设定的条件包括：逐工有少连续8点钟的休困，逐个月至少休1天以上，伫雇主厝里有家己的房间，阁会当锁门，有充足而且品质算袂歹的食米和工课之外，雇主允准义工自由运用时间。但是立宪基金会指出，回收的本馆只敢4%的义工因自认为有得到这所有的条件，亲像自本来台湾担任家庭帮佣，后来嫁予台湾人变成新住民的就罗西塔，伊都有真深的感受。那时候如果比如说像我现在赚这样的，已经完全不可以啊！一天我们会拜拜5次嘛，他会跟我讲你不可以拜拜。调查嘛显示，有38%的家事义工捌遭受雇主的暴力对待，内容包括言语或者是肢体伤害、性骚扰，甚至讲是性侵害。立宪认为，无安全的住所和欠缺休喘服务，无论提照顾者和义工受暴经历有高度的关联性，会透过日所举行的工作坊检视相关机制，甲政府提出建议法制化的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咱拢讲做了若无满意头路会当死，毋过你要叫因死对倒位去？昨咱有报讲，交通部聘请的铁路建设的审查委员张胜雄教授，伊就点名批评桃园市铁路地下化经费堆甲上千亿，因为无赞同，伊就将审查委员的职务视讨角表示抗议。早起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嘛讲，尊重伊个人反对的意见，毋过多数的审查委员拢讲有赞成，毋通因为少数人安尼先反对。国家的重大建设就去挡掉的。桃园铁路地下化清晰工程预算引起交通学者张胜雄甲交通部长林佳龙的战争。张胜雄指出，交通部铁路建设审查委员会好亲像是预算，只要提出就通过，这期根本就是政策买票。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出席活动，当炮回击。反对党批评张胜雄以个人反对意见绑票国家重大建设。少数特定的委员他过去就是反前瞻，也反轨道建设。尤其如果说个人有比较强烈的主张我们也会把它列为参考。可是行政程序我们还是要往前走，而不是少数人去否决了国家重大的建设。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愧对桃园会造成台铁亏损继续的扩大。那成本暴增10倍，但是它的营收会暴增10倍吗？不会。开清晰交通建设审查制度引起争议，交通学者张胜雄不知请示审查委员，更进一步发起联署，要号召相关产业推动交通建设审查法制化。不过林佳龙火力全开反击，强调审查过程有法律依据。各反对党批评专家学者审查委员制度先过头，常常因为少数人有反对意见，都耽误铁路建设进度。台湾过去这些年来，委员会制度已经过于腐烂，甚至变成少数委员在决定我们国家重大建设。那像有一些考试委员，他考试委员也在参与我们这个铁道的审查，那个角色是冲突的嘛？过去累积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一一在做一些调整。另外，针对交通部计划取消铁路立体化自偿率审查抗战，林佳龙也回应，中央应该承担更较侪发展铁路立体化责任，减轻财政较困难县市政府负担。不过目前议员的研究当中，也无确实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先来看彰化溪州遮一片英民工厂，历史已经60多栋。不过今年4月，地主煞无讲无答，调人来甲厝壳拢拆掉。尾手彰化县文化局敢若会抢救到这片厝的大门无拆，紧列作历史建筑。不过打到监察委员认定讲，人英民工厂2栋前就报出来要审查，是彰化县的文化局拖沙，
违背文化资产保存法，才会好好效抬甲这款刑，当着出面纠正彰化县政府了。 伫咧彰化县溪州乡的永民工厂，即马已经干那剩原本的大门也阁保留。规厂房伫咧今年4月去地处拆除，但是早伫咧2017年6月就已经被提报审议。彰化县文化局所以期到2018年3月才进行文书审议。监察委员认为，无伫咧6个月内进行文书审议，已经违反文书法的规定，对彰化县府提出纠正。文化局承认疏失，已经针对这个事件已经进行检讨改进并针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追究责任的这个巡查的部分，我们县政府后续也会持续的去落实这个巡查的制度，并且已经协调彰化县警察局来给我们协助。 根据文化局调查，溪州永民工厂起伫咧1957年，专门生产草地啊、有纸，嘛都互当地一时的欢迎。不过，工厂伫咧22年前停工了后，土地被转卖。虽然留落来大门上尾嘛是被列作历史建筑，但是文书团体认为已经失去意义，文化局应该彻底检讨。在列册之后，却没有去进行审议，这个事情当然是文化局。 又有点瑕疵啦，文化资产我们一直常常在出现这样的状况，事实上是我们不乐见的啦。这届去予检察委员纠正的，也有彰化县警察局。监委认为警方无查觉工厂被拆除，显示出公单位反向的联络有问题。彰化县文化局表示，会搁再甲相关的单位进行协调，未来会请警方加强巡逻，避免也有审议中的文化资产被拆除。记者彰化综合报道。 今年10月，网络送食室的2间系统，Foodpanda 甲 Uber Eats 分别拢有送餐的人员骑倒摆发生车祸，不幸过身。劳动部认定讲业者和外送人员中间是请工的关系，应该就要甲因保劳保。但劳保局指出讲，会甲 Foodpanda 罚金。啊，不过 Uber Eats 这间伫咧台湾是无工商业的登记，无法度通发，这也引起劳工团体真不满。 西北平台伫国庆连假同甲台北小连续2件车祸造成死亡的案件，调查报告出来了。劳保局指出，会对Foodpanda开罚，风声讲可能干那542块。另外 ，Uber Eats 伫台湾无工商登记，依照劳工保险条例，毋是强制投保的对象，罚袂着，劳团感觉真离谱。 我们希望劳动部在执行相关的劳检案子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是2条人命，而不只是单一的个案。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解决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劳团认为，为Foodpanda案件发现劳保条例无够，对外送员的保障真少。另外，依照公司法的规定 ，Uber Eats 伫咧台湾有营业的事实，一定爱设工商登记。劳保局煞办理刑事，无为源头开始做管制。 劳保局嘛表示，等咧研议其他的方案，再个公布。地方政府，我们现在已经在研拟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个措施。那我们会用跨局处的方式来处理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案子。 通市道检处表示，检查报告出来啊，针对Foodpanda无伫咧8点钟内通报劳动检查处，依法裁罚6万。劳工名下部分有少部分欠缺，依法会当罚2万至30万。但是因为加密平台是新兴产业的样态，目前劳动部和地方政府拢在进行相关法规的修正和配套措施。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南市近来有来路不明的人士，惊做环保局的人员出来伫咧分单。 讲要鼓励民众检举违规，不过因本出来的资料甲政府规定的都无同，实在是扰乱人的看法。啊，台南市的环保局讲，这款做法已经牵涉到侵占公务人员的职权，啊嘛呼吁民众，若果有发现这款人，就要赶紧卡110报警察。台南市环保局的人员，当日伫街仔路来巡视，看到违法的广告纸都会拆落来，佮用清水来洗，保持清气。这是逐工环保局的人员拢会做的代志。 嘛袂去甲民众分宣传单，但是近期煞出现不明人士假做环保局的人员，散发鼓励民众检举违规的宣传单。就是贴小广告的话，我们就是一样会做拆除的动作。宣传单我们比较少，我们会利用口头上。 台南市环保局是强调，不明人士毋若假环保局的人员，另外就连检举违规的名片宣传单顶面拢是毋对的，像是检举后白蛋分头仔是罚12块，检举奖金240块，实际上是初犯罚12块，检举奖金102块，恐惊有误导民众。而这款的行为嘛已经是违法。
那奖金的话是有120块的奖励金的部分了。那这些相关资讯的话，在市府的环保局的这些网站都可以查得到。如果一旦发现说有人在假冒环保局的同仁去做一个宣导的部分的话，可能可以打电话给110做一个报案的一个动作，或是打电话给环保局做一个查证的工作。但是环保局讲，人员客菜的时阵拢会穿衫以及佩戴证件，嘛绝对是袂推销或者是共摕现金。若是无确定代志的真假，会当打电话予环保局来纠正，或者是打电话报警来处理。记者郑混蛋报道。咱来看一个互人感觉较安慰的消息。金门机场有发现一只真罕见的二级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底线猫头鸟。不过伊倒边的舌骨有留下灼伤，经过治疗了后，已经赶紧放伊自由去飞了。2、3。一只底线猫头鸟等实往树内的方向飞，一只底线猫头鸟进前吊伫咧金门机场的防护网顶悬，倒边的膝仔小可受伤，好佳在无伤到骨头。经过1礼拜治疗了后，身体状况已经恢复。不过，煞出现无爱食物件的情形，协会经过评估，赶紧时间来压放。就是它被机场的那个防护鸟网给困网了这样子。那我们经过我们的兽医师玉明检伤之后，就是有发现它的左翅有一些因为在受网的时候挣困，然后挣扎，然后造成羽毛有一些折损跟凌乱。那所幸没有造成比较大，就是比较严重的切割伤，就是经过整理跟照护之后，就是在选择今日将它野放。那它的重量很轻哈，大概差不多是在300公克左右。那它的这个整个羽翼啊，差不多有38公分，算是比较小型的猫头鹰了哈。这种底线猫头鸟真罕得看，是2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台湾一档的记录较无100只。底线猫头鸟寒天会飞来金门过冬，帮做事人斗过田抓鸟鼠。不过日时休困，暗时活动，平常时真罕得看，常常是掉伫咧网仔底才互发现。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讲，为着要结合在庄的农产品，制作出庄头较特殊的料理。南投德山的富州社区特别按台北邀请制作果子菜宴，阁会刻花专业的老师落南去教咱这好厝边大姊小妹，安怎样就地取娘，用本山的菜色果子、红凉果啦、芭乐啦，制作出天然好食、形体阁水款的果子菜宴花，嘛加添大家阁一项专长。这一蕊阁一蕊立体的花实在是真水，详细甲看。这寡立体花拢是用果子菜宴做的，唔那水，而且看起来阁真好食款。摸手的过程就是因为你要看老师慢慢的学习，没有你一下子下不了手。学了之后，越做越有心得，爱不释手。其实要学这项手艺是真无简单。南投德山的富州社区，就特别邀请台北专门做点心的老师。亲身来教社区的妈妈做果子菜宴花。我们就请老师呢，特地从台北今天赶下来来指导我们。那这个素材呢，就是运用我们在地的红龙果啊、芭乐，还有香兰叶以及蝶豆花，这样子让我们整个的颜色就看起来很漂亮。这个老师利用在地果子和农产品，调配花蕊的色水，提炼出果子菜宴的液体，再搁用砂糖注入去果子菜宴内面。落尾才会变做一粒天然阁好食、外形水当当的立体果子菜宴花。从一个基本的果冻体的一个水晶体的制作，到我们色彩。富州社区嘛用立体果子菜宴花参加今年9月底举办的南投总铺赛美食料理竞赛，得到最佳行销战略奖。用当地食材做点心也是手路菜，毋但会当增加妇女的第2专长。阁通推动社区的产业行销，加做社区营造的新光点。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解说解说。台湾有红凉果，有芭乐，秋冬天有莲雾，有梨仔，热天有西瓜。莫怪人讲，台湾号做果子王国。当然，果子王国就有果子的俗语啊。这俗语话，毋是干那咧讲果子。要淺學人生，深入人生甲人相處，真濟藝術的所在，真濟咱值得學習的鐵律。國政講幾句，我來甲你互相參考一下。
大先我来讲一句叫做甘蔗规枝叶，这毋是俗语，这叫做列起来话。顶句要接下句的，啥做甘蔗规枝叶？你认真甲想看觅，真趣味一句话啊！甘蔗长，敢有迄落讲规枝叶来叶？要叶进前，你著甲看迄甘蔗担咧卖果子的，敢有迄落规枝拢完全无站的？对啊，甘蔗都无法度规枝叶哩。啊那安尼，顶句要接下句，列起来话要安怎样接？煞毋知讲甘蔗规枝叶，就是咧形容吼，有一款人长，拢无站，做一扎，或者无站扎，哈哈，这叫做列起来话啦。无站扎的人真济，厝边头尾公司内底大家咧相处，有当着啊吼，人会软土深骨。你毋安尼甲伊计较，你吞忍伊，伊嘛要甲你打落土。住伫倒手边，即个就来甲你教耳啊，讲吼，住正手边迄个吼，拢咧讲你长，讲你短，拢咧甲你嫌，讲你啥物咧门无关，门无串，啥物话都有在调生。实在讲，过去人先贤一句话讲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啊有影吼，软土深骨的人足济啦。啊，毋则北京语嘛一句话，华语讲叫做气啊，拢会经迄个软的来伫咧说，有无？对呢，台湾话原来一句虽然有接近，原来无介相共。即句话讲叫做食红气，你会去补着铁质。啥做食红气的补着铁质，就是你毋通看人软的，毋通看人讲故意毋插你。厝边头尾大家咧相处，你要甲吞落，要甲食落，气啊软的，你要甲食落，像华语咧讲的，食红气总是内底有籽嘛，无定着吼，你无斟酌，你会去补着铁质也无得确。所以人毋通欺负人软正，毋通看人无境界，毋通怨人有，这是做人的道理。无论咱怎样啦，无论讲是办公厅咧相处，厝边头尾咧徛起，咱伫社会咧行，有一句原来甲果子有牵连的话语，简单无几字，毋过吼真值得咱来互相勉励。咱着爱鼓励家己，认真将志，工课做好，表现了愈好，会当互当作败人面的。天生我国果子发出来都有影，有的皮看起来较水，有的食起来就甜度较悬。啊，咱若认真向上，会当互这果子的头家、果子担，遮的头家娘，拢甲咱捡起来败人面的，这就是讲互人重用啦。这嘛是好代志，你讲看有影无？做一个互人败人面的人，互人会一着的人，咱互相来勉励，你看好无？过来，咱来看云林古坑的华南社区，当年立冬这开若到，人因毋若讲拍拼认真伫咧过日子，要做一个败人面的好看头、好表现的人，因阁会举办感谢天的祭典。今年来到第10冬，因阁特别结合国际咖啡节，甲庄头国校的农业教育活动，就是望要用感恩的心情答谢这片土地对庄仔头的大大细细，遮尔啊笑，阁遮尔啊疼。提足侪花、献天、献地，古溪华南社区伫咧立冬这个卡岛，就举办谢天节，宣示爱护山林的决心。2021年由华南国小的校长陈清俊所发起的谢天节活动，希望囡仔自细汉就会使有感谢天地的精神。希望孩子呢能够透过一些谢天祭的系列活动，就是能够对生命以及对大地万物有一个尊重。要感谢老天爷给我们这块土地可以生活，然后做农作物。除了立冬的谢天节，华南社区逐年伫咧无共月，也会自发性举办无共的祭典。亲像伫咧逐年3月份，伫咧动物要进行生团的季节，就会举办秀山节。到这个时阵，就会喷农药、护万物、收养生团，保护生态。4月份会举办告天节，并告天公伯啊所做的善行善事。感谢咱天地诸神哦，互咱风调雨顺，爱当互咱五谷丰收，所以这份感恩的心应该是爱来代代相传。今年的谢天节更加和国际咖啡节斗阵举办，湖北科技大学的学生也借这个机会在咧遮举办食农教育的活动，分享友善种植和宣传农业的概念，希望共同守护这片有钱咱的土地。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讲，古坑草岭遮有一个风景区，号名叫做万年峡谷。大自然的景致真奥妙，捌去遐游览的人客拢看甲目睭袂长论。
不过自从3年前发生几落站有人跋落水底意外了后，云林县府就公告禁止人搁挖进去佚佗。但即阵安全步道已经建设好啊，重新开放，欢迎众人行骹到。不过县府嘛提醒讲，咱若去到地，公馆嘛得真斟酌安全问题。云林草岭的万年峡谷，因为风景气派，小连续有1公里长，自过去都真侪游客专工要来参观。媲美加拿大那个自然公园，不输国外就对了。对，只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小，那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台湾这样就真的很美了。因为这客水清清，真侪游客拢会行落去溪边耍水。3年前就发生过几啊件游客跋落水的意外。所以，云林县政府自105年就公告，万年峡谷是禁止耍水，而且计划设安全步道。现在总算完工，希望通带动地方观光的人潮。它整治的算不错了，因为目前都还是全新的，对，走起来就很舒适。是完全不适合你近距离进去里面戏水或者是游泳之类的，这是绝对完全禁止的。那所以在这个对带动我们草岭湿地这边的这一个就是景点的观光之外，也希望就是民众来到这边可以配合这个安全性这样子。云林县文化处表示，万年峡谷的地质是国内特殊，不过溪床边有些真济车池，加上地势悬悬低低，上惊就是人跋落去溪中。目前步道已经完工，游客会当向在地草岭观光协会注文导览。另外，也呼吁游客到地旅游，徛伫咧观赏的平台看就好，千万唔通搁落去耍水，以免发生危险。违反者上悬会使罚价大票5万。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云林，来看土库，遮有一间超过100年的建筑，早前是病院，最近重新开放。真侪乡亲拢倒来遮少年用过、捌甲因帮赞过的陆分祥、陆医师。此去，这间建筑会由云林故事馆来经营，嘛会将陆医师的精神继续传落去。这个是药局，我妈妈那个药的家，也是我拿零用钱的地方。这是云林土库的万德病院，历史超过100年。那是陆分美自细汉生活环境，嘛是真侪土库人感情上深的所在。3年前陆分祥医师过身了后，病院就关起来无开放。伫陆医师100岁生日期即天重新开放参观，这乡亲拢倒来细细看看。上重要的是来遮怀念因过帮赞过因的陆医师。足疼阮的呢，我拢无可能甲写，伊嘛我写。1914到现在已经100多年，那我们做一个继承者，我就觉得说，怎么让这个老房子就重新的被开启？爸爸一直跟我们说，他在土库是在赚钱，他不是在赚钱。那陆分祥医师的病人怀念伊，这和伊开讲过的少年人，嘛表示讲真受伊的影响。看到瑞妍那时候，他怎么的去克服，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也蛮深的。这样，老师和学生囡仔做伙研究这间病院的历史，开车前时间到3港整理病院。云林故事馆嘛加入到经营，要为土库培养讲故事的人才，大家做伙打拼，都是要把这间老土库人的病院和陆医师的精神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香港反送中运动造成社会局势复杂，也影响到演艺界。香港歌手陈奕迅自本后个月要开演唱会，昨宣布讲25场全拢取消，损失新台票7亿外。另外昨暗伫咧元朗的商场有100外的民众发起静坐，讲要纪念7月2日元朗抗议事件发生到今拄好4个月。夜标虎画9号，伫元朗一间商场内，离一案有上百位民众伫大厅静坐。7日的元朗攻击事件满4个月，网民发动纪念静坐，因讲对港府加白衫男子的暴力威胁，因是未退缩。It's important because the future is all of our Hong Kong people, not just ou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t's all of our Hong Kong people and kindergarten children. So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And
暗时9点多，有一个人转到商场外口的车路附近，真侪防暴警察到现场戒备，也拿旗警告，讲这是无经过批准的集会。尾啊，防暴警察开始赶，过了几落人了后，到暗时11点外，人才慢慢散会。亲愛的，等遍所有綠燈，還是讓自己瘋一下要緊。香港歌手陳奕迅本來要伫咧紅磡體育館開演唱會，25場的門票一些古就攏未還。不過最近香港一直示威，局勢無安定，主辦單位伫咧網站發廣告，講伫咧無法度有期間確保演出期間觀眾的安全，抑個相關的交通配套，所以25場演唱會全部攏取消，也安排退票退錢。25場演唱會若一張票房730萬港幣來算，等於是損失7.2億新台幣。有一個相關的專業人士也估計，政治作業包括場地費、節目的製作費，差不多是損失2億台幣。那陳奕迅、台灣歌手陳綺貞甲周杰倫本來也要伫咧香港開演唱會，也攏取消或者是延期。對此，香港的演出協會向政府提出紓困的建議，包括降低場地票務的分紅。記者綜合報道。南美洲的哥倫比亞這國嘛發生人民遊行的事件，11月2日，人民要求罷工的大遊行行上街路，因希望講政府會當維持少年家基本的薪水，佮有保障各階層的人民攏會當領年金的權利。啊，毋過現場警察和民眾嘛發生嚴重的衝突。示威者真受氣向警方來奪物件，警方嘛發射催淚瓦斯來回擊。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一場反政府的罷工大遊行結束了後，場面失去控制，引起警民衝突。Todos somos estudiantes, aunque no tengamos una única voz. No queremos violencia, queremos ya no más esto. Todo bien, están disparando. 这场罢工游行上主要是由学生、教師啊，佮有勞工團體發起的，是哥倫比亞最近這幾年以來上大的集會活動之一，抗議社會保守主義總統杜克執政不力。杜克2018年就台以來，面對國內失業率變高、經濟改革甲治安惡化等等不滿的聲音，在這屆大罷工了後，全部逼出來。警方估計全國抗議人數超過20萬人。El paro nacional en Colombia se está desarrollando por las diferentes modalidades que el gobierno del presidente Duque está empleando con todos los colombianos. Tienen que tener en cuenta la reforma laboral, donde a los jóvenes probablemente nos quedaremos sin pensión, cuando a los jóvenes menores de 25 años solo nos van a pagar el 75% del salario mínimo. 就算講杜克一直否認會佇年金甲稅改當中來降低少年人的薪水，啊，毋過抗議人也是無法度接受。另外一部分的示威者是不滿政府維護治安不力，面對加百的人權人士去互謀殺，所攏無任何辦法，啊，閣有高等教育體系貪污等等的問題。因為全國大罷工的關係，哥倫比亞宣布關閉邊境，對隔壁國的秘魯、巴西等等要入境攏會去受到限制。南美洲國家最近攏發生動亂，厄瓜多、智利甲玻利維亞今年嘛攏發生反政府的示威，原因攏甲經濟變歹、貪污、社會不平等等有關係。記者綜合報道。咱過來講，以色列的檢察總長已經正式將因國家的總理納坦雅胡起訴，罪名包含接受人不當的送禮。佮有迫使政府暗無固定經電信業的業者一站過一站，啊，上屆大黨的在野黨嘛主張總理應當就要即時落台。啊，毋過納坦雅胡本人是講，這件案件根本就是冷性的政變，那總理伊是絕對無要死。在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關家外口支持甲反對民眾互相嗆聲。根據以色列檢察總長辦公室講法，納坦雅胡被控牽涉的案件有3大項。檢方指控納坦雅胡在行政決策上偏心當地有名電信業者，來換取業者所屬入口新聞網站瓦拉，推出對納坦雅胡內閣有利的消息。העבירות בהן מואשם ראש הממשלה הן עבירות חמורות. עבירת השוחד במואשם ראש הממשלה בתיק 4000 מבטאת פגיעה חמורה בטוהר המידות בשירות הציבורי. 正式起訴的消息傳出了後，在野黨也在第一時間要求納坦雅胡馬上辭職。對在野黨的指控甲檢方起訴納坦雅胡甲牽涉的有關各方面，除了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也強調修改法規是專家建議，你在無對價關係之下，無造成貪腐罪名。אני לא אתן לשקר לנצח. אני אמשיך להוביל את המדינה לפי החוק, בדיוק כפי שכתוב. אמשיך להוביל את המדינה באחריות, במסירות
תוך דאגה לביטחון ולעתיד של כולנו. 根据外电引用以色列国媒体民调，纳坦雅胡领导的前进党以及前参谋总长甘兹领导的纳卡贝政党联盟，在支持度甲可能得到的实处方面是差不多多。民调也显示，以色列选民希望甘兹甲纳坦雅胡应组成执政联盟来安定政局。记者综合报道。休困日礼拜四已经要到地，气温的变化，咱同齐来看详细。北部21度到26度，中部23度到29度，南部24度到29度，东部23度到30度。金马平湖20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